刚得我灵歌唱，唱耶和华的歌，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咱同心自己伫圣殿的内底，伫这个所在，我用敬拜来追求你。恳求你的圣神伫阮敬拜时，开阮的心门，将上帝所赏赐人平安喜乐的灵，就放伫阮的心思意念内底。恳求主的圣神大大充满伫每一个心内需要上帝平安，阮的兄弟姊妹，无论因即时坐伫什么所在，愿阮的心往你唱摇花的诗歌，伫阮学乐的时，阮所有黑暗的关系拢离开阮；伫阮学乐你的时，愿主你的圣神换新阮的心思意念，主互阮敬拜你。就做阮的利益，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来帮助阮，互阮教会无论囡仔，无论大人，阮会当一生唱一条诗歌，就是阮每一个人个人的生命的诗歌，来学乐天父上帝。伫你的圣殿，阮恳求主你来掌管，甲阮三甲地地，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也在伫今仔日要甲咱分享圣经的话之前，我要做一个短短7礼拜的见证。这礼拜对我来讲是一个重大足大的礼拜，因为顶礼拜六的拜六阴暗，伫要困之前，我才接到阮的委员会内底同工甲我传一寡消息，所以顶礼拜拜六暗对我来讲无好困，因为伫要做讲道者之前拜六暗。应该是我爱真安静的时间，但是当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我知影讲，这种的代志唔是人甲我会当解决，所以基本上顶礼拜六阴暗，我真歹困，变来变去，心内有一个真不好的感觉，主要安怎？但是我甲上帝祷讲，上帝我若无困，我明仔载伫讲台顶悬，我可能会无够业精神通讲道。主你帮助我，所以后来上帝互我有困一去，伫困去了后，伫教会礼拜了后，礼拜下昼，咱食中爱餐了后，因为我真夜深，所以我就搁回头去困。困了后，搁起来开始处理这样代志。伫一礼拜的中间调集会议，甲人讨论参详、祈祷。上帝互我真大的经历，就是焦虑。兄弟姊妹，今仔日我想要甲恁做伙来分享这个，咱安怎行过焦虑的时刻？跨入英语叫做 anxiety， 这个焦虑，这个焦虑有可能是因为咱的身躯内底身躯的身体欠过某一种的血清素，但是多数拢是因为来自咱心中的不如意，心中的惊吓，甲咱心中的主张有冲突，无法度达到。所以，咱对头前的将来所发生的代志，咱感觉唔知要安怎解决，咱人生就无能为力，就会焦虑。兄弟姊妹，感谢呢？咱的人生多数人拢会拄到这种，拄下我所讲这几种的情形。但是感谢上帝，伫礼拜下晡，当我准备一寡我的心内想法，感觉讲应该安怎处理了后。后来我就开始写批，开始写这个通知，后来就整理。上帝就互我伫拜六的阴暗进前有完成一寡调集会议的应该的程序。后来调集会议了后，有一个结果，我就去困。迄暗半暝3点就醒起来。一般来讲，若半暝3点醒起来，对我来讲拢是毋是好代志。因为就是伫焦虑的中间，你变来变去困袂去。但是感谢上帝，这礼拜下拜一，我困袂去，伫天光拜二的透早3点醒起来的时阵，迄种的感觉是足舒服的。因为伫迄个3点外左右的时，我变来变去，
但是我会记得伫我的脑海中就有2条歌一直，那亲像儿歌，妈妈咧唱给囡仔红爷听迄个婴儿歌，我真清楚会记得迄个歌的名，一条歌叫做《我灵歌唱》，好亲像上帝甲我讲，你爱唱圣诗，你爱唱诗歌，你爱学乐，我灵歌唱。搁第2条歌就是咱作熟的一条歌，叫做《更加甘甜》。我心感觉与主更加亲近。这2条歌伫我的梦中，一直伫我的脑海内底飘来飘去。后来我决定不要再赖床，然后就起来，准备拜一的开会。然后伫迄个中间用诗歌做我的灵修。有几啊条诗歌，就迄个时间安慰我，包括我这礼拜有传伫咱的教会的这个赖族群中间，一条好的诗歌会当深深进入人的内心。但是真侪流行歌袂通安慰人，我毋知影你姊妹恁敢捌想过，迄个理由伫啥物所在？流行歌常常拢讲起人我，有无？上界夯的、上界流行的诗歌，通常拢用人的情绪做迄个诗歌中间的意境。人若永远活伫家己的我的时阵，迄个角真歹透，因为用人最重心。但是真侪圣诗最重要就是用上帝最重心。你，我要用今仔日的诗歌，感谢你姊妹，咱来思考讲。我安怎对焦虑的中间来得到平静？我安怎对唱这条摇花的诗歌？摇花的诗歌到底是什么歌？我会通伫我的诗歌、伫我的学乐中间来得到学乐的大开展。伫咱要领受圣神的感动，伫咱要听圣经的分享进前，我要邀请咱用祈祷来听候，也拍开咱的心门。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当阮组织伫你的面前，阮恳求主你对阮讲话，开阮的心门，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阮会通听到上帝你圣神的话。愿主你甲阮三甲之地，将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所想要听到的诗歌，放伫阮的内心，阮来恳求祈祷我个耶稣的圣名，阿门。我兄弟姊妹，无因为牧师甲恁讲，即礼拜我的焦虑的即个经验，恁就感觉心情真沉重，毋是。今仔日的礼拜应该是一个得到讨棒，得到鼓励，找到一个咱会通为着咱的人生来得到祝福的开始。我该称之为在夜间圣灵来造访，伫我看路的时刻，上帝的圣神进伫我的梦中。伊用我所熟悉、我常常爱唱的诗歌《我灵歌唱》，用迄种的诗歌，互我伫我的焦虑的中间一摆搁一摆。主啊，我要用你唱好话，我要唱你好的心意的念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你的人生，设使你若有拄着艰难困苦、看路无能为力，你感觉心头烦恼。你毋知要如何？愿天父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甲你相合伫地，就亲像伫即礼拜的礼拜暗，上帝进入到我的生命中间，帮助我，赏赐我能力，也赏赐我平静的心。伊将圣诗就是圣神所安慰的诗歌，放伫我的内底。所以我咧问讲，我到底要唱什么样的诗歌？来度过我这种烦恼看路的时刻，上帝给我这2条诗歌，第一条叫做《我灵歌唱》，你要唱一首耶和华的歌。我就想到犹太人当因伫因的民族中间拄着上大的艰难的时阵，有一条足出名的诗歌，就是大卫伊的诗歌讲：我要怎样有可能坐伫巴比伦唱耶和华的歌？我搁讲一摆。大卫因的祖先捌受掠到巴比伦，伫巴比伦做奴隶，所以当遮受苦的奴隶就是大卫伊的祖先的时阵，
伊有真侪咯，伫迄个受苦的中间，因流目屎。伊讲我若想着我的故乡，我的目屎就流，我就将我的琴，我的柳琴吊伫柳树顶，我的琴吊伫柳树顶。我的这个困着我的这个巴比伦的兵啊，就甲我踢笑，佮甲我讲，恁唱一条以色列的民谣来互阮听。伊讲伫我流目屎的时刻，我较有可能这个再唱摇怀歌。迄条诗歌英语讲，我较会当伫一个真奇怪 （strange land） 外邦，伊英语翻做一个真奇怪的情景。我较有可能伫这种真怪异，伫这种真特别，我咧唱靠条的时间来唱摇怀的时光。迄个阴暗，迄个天光，上帝，我想讲，什么是我应该唱的歌？那安尼摇怀的时光是什么？兄弟姊妹，牧师嘛要甲恁鼓励祝福。愿天父上帝互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你想讲，什么是我应该唱摇怀的歌？上帝互你答案。上帝互咱每一个人一条，独独属于你。今仔日咱读旧约，今仔日咱读新约，这两条诗歌拢是摇怀的歌。一条是摩西伫，咱叫做红海，就是离开埃及的时阵，来到这个红海，要行过红海，进入迄个永远的迦南地旷野，就是西奈旷野进前，遐有一条海叫做红海。无拍算，法老王不守约定，因为法老王准以色列人摩西带因离开埃及，但是当因离开埃及城的时阵，法老王马上心内就反悔，就派所有的军队要去甲以色列人个定心掠倒来。所以迄个时阵是摩西甲因的以色列人徛伫红海，退无路，进无步，伫红海的中间，也毋知要怎样。上帝甲摩西讲：“你举起你的手的拐，徛伫咧红海岸边。”摩西将上帝交予伊迄个拐，伊举起来，红海迄个故事恁会记无？红海就开去。今仔咱所读的这个旧约，伫以色列人因的民族中间，甲伊称作摩西的歌，摩西的诗歌。摩西所唱耶和华的诗歌，伊讲：我心要学到上帝，伊是至高至大的上帝。是我祖先的上帝，也是我的上帝。兄弟姊妹，摩西有一条诗歌，玛利亚嘛有一条诗歌。关心的上帝，想使你有一条人生的歌。你伫迄条人生的诗歌，你写出来，你唱给你的囡仔听。你的囡仔要因为你所唱耶和华的诗歌，因的生命得到极大的帮助。这条诗歌叫做《我心感觉》。更加与主更加亲近，这条歌的歌名叫做更加甘甜。愿天父上帝用这条诗歌，不但安慰我嘛，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愿我们大家，咱每一个人，咱的人生都更加甘甜。阿们吗？愿天父上帝也收拾一条伊甲咱唱的歌，因为唱歌是一个极大无比的能力。你会记得？无几礼拜前，咱有一个牧师叫做曾牧师，伊对台北来，伊甲咱讲的讲道题目叫做啥？你了会记吗？敬拜的大能，想起来没？学了会大开力，对吧？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伫学了中间奇妙的代志要发生。牧师要甲咱来分享讲，怎样唱耶和华的歌，怎样唱俄罗的诗歌，怎样伫俄罗的中间，咱的人生来受改变。我的外公是牧师，所以留了一寡阮的家族的故事。就是我的牧师，我的外公，迄个时代台湾真善，迄个伫台湾真欠缺，所以大小事拢靠祈祷。会友的厝生猪仔。猪若无能水通互猪仔囝食，嘛来找牧师去甲猪仔祈祷。然后贵妇信的人，嘛来找牧师去甲迄个人赶鬼。
但是我会记得伫阮家族的中间，常常咧讲起做这代志进前，我的阿公甲教会兄弟姊妹一定大声唱圣诗。在座的老中级，你会记得安尼吗？咱的教会古早教会伫大小事的顶悬，拢是大声吟圣诗。伫吟诗的时阵，魔鬼就离开；伫吟诗的时阵，祈祷。迄个犯着鬼的人就得到安慰甲帮助。伫今仔日咱有看路的事，咱虽然流目屎，咱吟耶稣听我知命，因为记载伫圣经。有耶稣真好，耶稣是我至好朋友。原来每一个人拢有一条诗歌，伫你艰难的时阵，迄条诗歌会当安慰你的心。我感谢上帝，互我伫即届的暗时所梦到即个梦，是真一个真特别的梦。因为伊互我无搁再讨厌讲，谁那个半暝都醒起来，反倒当伫迄个感觉起来说，是有一种平静安稳。好亲像一个红仔听到老母伊咧唱童谣，唱迄个互囡仔会当好困的，摇啊摇，一暝大一寸，迄种的类似。咱台湾人来唱的囡仔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将伊圣经讲互咱听。那安尼伫今仔日，无就是摩西的歌，无就是玛利亚的诗歌，愿意拢写伫恁的耳孔边，愿即条诗歌拢写伫恁的头壳遐。因为最近即礼拜我读到一句话讲，真侪基督徒伊听的圣经拢对遮听，对遮出去，对遮听，对遮出去。用真少基督徒是将上帝的话留伫这个两个耳孔的中间。这句话什么人讲？就是咱伫查经班中间的事，我甲恁分享讲，大卫包身，这个英国牧师，伊讲英国的基督徒有一个真无好的习惯，还是讲无意中的习惯，就是话留袂牢，则听出去，则听出去。真少人真认真将上帝的话留伫这两个耳孔的中，就是你的脑海中间。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一世人听的讲道，永远留伫咱内心的所在。愿咱所听的讲道，每一摆拢深深望着咱的内心，甲上帝讲阿门。因为你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主要伫今仔日的礼拜，请恕阮兄弟姊妹。伫我一生中间选择一条歌，是我一生最爱唱的歌。阮的家族有咧参详，我甲陈牧师咧参详讲，当阮两人若过往的时，阮无爱办告别式，因为告别式有当时当爱做歌，做遐欢温如节。当阮若离开世间的时候，阮只要阮足亲的亲人、足亲的兄弟姊妹，安尼就好，免请教界足一牧师。来翻上这个正好是牧师，还是陈信伟牧师？但是当这个夜晚，我咧想讲，我嘛要找一条歌，是我个别礼拜我的家族、我的囡仔替我唱的。兄弟姊妹，你讲有一条歌是你要留给你的囡仔诗歌，我灵歌唱，就是我留给我的囡仔的诗歌。兄弟姊妹，我咱伫咱的一生中间，咱对唱上来唱歌。互咱的歌变做上帝的歌，这就是为什么代表讲，恁就爱唱耶和华的歌，唔通唱你的歌，唔通唱你的口条啊！你爱唱耶和华的歌，你爱唱迄个救恩的歌，你爱唱迄个上帝伫你人生中间是你做未来，但是上帝为你做的诗歌。那这有了解这个意思吗？唱耶和华的诗歌的意思就是讲，对今仔日开始，迄个歌词中间无搁再干那我命苦啊，我歹命啊，人生是苦海。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人生中间，将我的歌变做耶和华的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帮助咱安静。恁重新读这个故事，你去看这个出来记记，不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第15章，恁对14章开始看起，你就会看到以色列人出来记了后，并不是遐尼简单的代志。法老王反起烦恼，我失去遮尔大笔的几十万人的努力，安尼以后埃及的发展要安怎？这苦工什么人要做？所以当然国王会唔愿
摩西手就来诗歌，兄弟姊妹，摩西举伊的拐，后来摩西写伫摩西五经的中间，伊甲这个上帝，这个伊的手中的拐，甲伊号一个名叫做手举上帝的拐。那这我阁讲一摆，咱人生中间上帝互你的恩赐、财政、能力、财产、婚姻、家庭、产业，这总是你手中的拐。但是摩西讲，当我甲上帝见面了后，这个拐变做什么？变做上帝的拐。向这你愿意，互上帝改变你的人生的财政甲恩赐吗？你愿意对今仔日开始，你的人生不是我靠你的能力，不是我靠你的思想，不是我靠你的财政，乃是因为你我靠祈祷。当你伫祈祷的中间，上帝拐伫祈祷的中间举起，红海为你来开。你伫你的心来讲，主，我相信，当我遇到困难，红海要为我敞开。你有这种信心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兄弟姊妹，在咱的人生的中间，愈是咱做袂来，愈是爱安那祈祷。牧师甲咱讲做一摆，愈是咱做袂来，愈是爱来到上帝的手；愈是咱做袂来，咱愈是爱举起祈祷的手，互上帝的管。因为上帝的管代表一个记号，甚至伫咧宇宙的万物、红海，嘛会看见上帝的管，红海就分开。你讲汉古这种代志，较有可能发生？有可能，无可能？伫信的人凡事拢有可能。伫无信的人，凡事拢无可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互一个查某囡仔得到上帝极大的祝福。伊讲今仔日主为着我成就了大事。兄弟姊妹，恁读玛利亚，伊的玛利亚颂、圣母颂。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的心中圣经的故事变做我的故事，互圣经的故事变做我的故事。玛利亚伊的诗歌内底上重要一句话叫做“我心尊主最大”。兄弟姊妹，咱做伙坐伫你的椅仔顶，你将你的手放伫椅头顶悬，好无？牧师徛伫讲台顶，牧师放伫讲台，咱做伙讲，祝愿这间教会尊主最大。兄弟姊妹，愿咱做伙坐伫这个礼拜堂，咱甲这间教会高兴到上帝讲。祝愿这间教会亲近阮的信仰的老母玛利亚，阮的心尊主最大。愿天父上帝伫恁的人生中间，互咱拢经历着玛利亚，当伊尊主最大的时，伊的一生怎样享受对天人来荣耀。愿主甲咱撒较地地，互咱了解。今仔日我要教咱两个祈祷。第一，我灵歌唱。兄弟姊妹，选择一条歌。如果你若是未晓写歌的人，你选择一条你上爱的诗歌，常常唱。我灵歌唱，我灵歌唱。你透早灵修的唱，伫你咧行暗路的时阵唱，伫你要困之前唱。找一条诗歌是你一生中间唔免看，你就要背诗歌。为什么咱的教会到今摆要去用古圣诗？因为古圣诗有真侪阿公阿嬷的感情。因为古圣诗有咱一个阿嬷叫做曾水，伊逐礼拜若来，今仔差不多拢坐伫本地长老娘的迄个位。伊毋捌汉字，但是因为伊进入教会了后，伫教会上主日有学着白话字，所以圣经圣诗拢是白话字。我几乎会当相信。曾水阿嬷逐首的圣诗拢背起来，真奇怪，靠有遐尼大的记忆能力。伊差不多逐首的圣诗拢背起来。伊若暗暝前若再伊来到教会坐咧，伊就伫遐难念安尼，一直念，咧念圣诗。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牧师要鼓励咱，你要有一条你的信仰的歌，叫做《我灵歌唱》。
迄个歌无一定是即摆咱流行的，真正即个伫 YouTube 顶管内底咧放迄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的神。兄弟姊妹，愿咱每一个人拢唱一首耶和华的歌。拄则牧师有甲咱解说，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歌？耶和华的歌就是变做我，变做耶和华，咱变做上帝。耶和华是我的意思是讲，伫我的人生中间有耶和华，伫我的人生中间，上帝为了我做了什么种的事？伫我人生中间，上帝为了我做了什么种的事？所以，兄弟姊妹，耶和华的诗歌带有救恩，耶和华的诗歌带有伊的权柄。所以我拄则甲咱讲，我的阿公咧赶几个死，因若带中级去到一个会友的厝，伫遐要做即种的洁净的工作进程。遐中级一定吟诗，大声吟诗，所有遐姊妹参与的人，我大声吟圣诗。魔鬼挡袂掉基督徒的恶乐，魔鬼伫恶乐上帝的环境的中间，魔鬼会挡袂掉，魔鬼就离开。所以兄弟姊妹，耶和华的诗歌有救恩，耶和华的诗歌有平安。当你吟耶和华的诗歌，当你吟诗恶乐上帝时，迄个安静平静就会入你的内心。愿天父上帝，互咱经历到这种的经历，不是干那曾牧师的经历，不是干那过去的人经历，是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经历到这个活跳跳的上帝。愿这个上帝，互咱智慧唱这条诗歌，讲：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兄弟姊妹，上少爱有一条诗歌。你唔免看谱，你唔免看歌词，你有才调唱出来，而且迄条诗歌是按上帝所唱。你抬头挺胸上，我灵歌唱。兄弟姊妹，愿你伫快乐的时阵安尼唱，愿咱伫忧伤的时嘛是安尼唱。伫咱吟这条诗歌的时阵，亲像摩西的歌就歌曲。当咱讲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上帝将迄个拍角的路，以享受智慧、享受策略、享受能力，互咱知影怎样做。兄弟姊妹，愿咱伫做的面前，伫恶乐的中间，经历着上帝掌权。第二，经历着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成就美妙的大事。伫恶乐时，上帝要为着咱成就美妙的大事，阿们嘛。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今仔日伫礼拜中间牧师要甲咱讲的第一个祈祷。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摩西伫红海的面前，举手祈祷，伊的管举管，红海为着伊开。所有的几十万的以色列人行过迄个红海，过到迄边，摩西对上后壁，当所有人拢过去了，摩西手管放落来，红海合起来。较有这种可能的代志，除了电影，除了小说，除了圣经，或者你相信这个故事有可能伫你的人生，加做你的故事吗？相信的人就会得到。求天父上帝帮咱，咱来听摩西安怎讲。伊讲：我要唱这个歌来学了我的耶和华，我的上帝。我要唱这个歌学了耶和华。我要唱歌学了耶和华，因为伊至权至大。咱的歌词，耶和华的歌就是这个歌。耶和华是我的快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会记得这条诗歌吗？耶和华，我的力量，有无？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嘛无在条逐条歌拢记起来，但是当咱需要的时阵，天使会将这个诗歌赞咱的胆，扶咱的手，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着这条诗歌，摩西安尼讲，伊讲：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了伊，我要永远尊重伊最大。牧师拄则甲咱提醒讲，你双手放落来，咱做伙为着这间教会，咱换手伫这个椅仔顶，
主啊，这间教会求你掌管，愿将这间教会交予你。愿这间教会是尊重你的教会，将来坐伫这个椅仔顶，阮的后代的兄弟姊妹，有一日当阮离开，这个教会永永远远，要真做上帝你的施恩宝座，将来甲咱三角地带，咱的心若尊主最大，来听玛利亚怎样安尼讲，该背起来。你当学玛利亚，用玛利亚的祈祷，用玛利亚的伊的心内祈祷的这个祈祷词，做你的祈祷。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耶和华上帝来欢喜。兄弟姊妹，甲背起来。当你唔知要安怎祈祷，当你打电话找牧师，牧师关静音电话无甲你回，你用这个祈祷。因为上帝听你的祈祷，比耶和华听牧师为你的代祷。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奉主耶稣的圣名祝福所有兄弟姊妹，恁的一生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快乐。愿天父上帝亲自施恩予咱，无一个人例外。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二个祈祷，我要鼓励兄弟姊妹，要更加亲近。我心感觉与主更加亲近。那个歌词是更加亲近，但是伊的歌名叫做“我心感觉与主更加甘甜”。兄弟姊妹，何牧师邀请恁伫这条诗歌的内底建立恁祈祷的习惯，享受。你要安怎感觉上帝是甲你做伙？你要安怎感觉上帝是甲你真亲近？伫早经的时阵，兄弟姊妹，恁有听到牧师甲恁念一条我真爱的一个教宗伊所写少年时写迄个祷告词，你会记无？迄条伊写迄个散文的诗的名叫做《隐而未现上帝之歌》，英语是安尼翻出来，台语啦翻出来中文叫做。隐而未现的上帝之歌，之歌的意思就是讲，我学到迄个看袂到的隐而未现的上帝。一个少年的一个大学生，伊伫伊拄着战乱的中间，感觉伊的国家无望望，有真多惊吓。这个人叫做 Carlos Valentino， 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前教宗。你若有入去牧师馆，你有看到牧师馆，牧师有一张介要做翕迄张相，伊的名后来伫天主教中间，伊少年的时阵，爸母号的名无搁再用，因为当一个人若做教宗了后，伊伫教会就放弃伊爸母号伊的名，伊换一个新的名，就是上帝予伊新的名，叫做约翰保禄二世。所以啊，你姊妹。咱嘛拢有一个新的名，咱无做教宗，但是咱拢有一个新的名，叫做基督徒。兄弟姊妹，抬头挺胸，更加与神亲近。咱亲近主，咱就光；咱亲近主，咱就有清气；咱亲近主，咱就有平安。你相信吗？咱亲近主，咱的生命就无搁再有黑暗，因为行往光，愈近光，咱就愈无黑暗。行往光，咱的心就愈热情，因为上帝就是能力，就是火。行往光，咱就要为上帝所赏赐咱迄个平安。愿伫今仔这个礼拜所听兄弟姊妹，咱举手祈祷宣告，所有的焦虑滤过我的人生。兄弟姊妹，我相信安尼宣告，并无当真正你的一生拢无焦虑啦。但是你要常常举手，当你拄着焦虑的时阵。一摆搁一摆，来领受上帝从迄个看路，甲你摕掉。求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咱了解俄勒会怎样改变你的生命。俄勒会互咱亲近上帝。你若吟诗的时候，你的生命中间就哪安静。牧师甲恁分享一条诗歌，恁有的人有享受着。有的人也唔知迄叫做什么歌，恁会记得牧师甲你分享一条歌，叫做《Kyrie Song》有无？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Kyrie 就是主
下来上就是人民我。咱的古早的基督徒，咱的老前辈，因伫无法度祈祷的时候，才发现一项代志。当我连草草连安怎祈祷都想无啊！我跪落来的时候，只有喊一个主啊救我，迄个话就是安尼。起来上的意思就是主啊求你怜悯我，兄弟姊妹，你会当将这条诗歌找真侪无同款的旋律的版本，迄个 YouTube， 你该download下来，留作你的最爱。无论你开车，无论你什么时阵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甲点咧，一摆直直听，直直听，直直听。愿天父上帝圣神伫咱亲近伊的时，黑暗离开，圣神同在。阿们嘛。所听的姊妹，来试看主恩典的滋味。今仔咱毋是听讲道，今仔日咱是做决志，咱做决志。我决志，我要相信讲，当我学落的时候，我会拿亲近上帝。当我学落的时阵，所有的黑暗要离开我。当我那学落的时候，我的生命要充满愈侪清气的念头、正面的思想，主要帮助我。因为伫学落的时，我要听到上帝圣神回应我的话，伊要甲我讲。所以，圣经中间有真侪诗篇内底，拢咧讲起人怎样伫跨路的中间来找上帝，人怎样伫跨路的中间哀歌变乐歌，苦楚变喜乐，忧愁变欢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亲爱的姊妹，这是应允。我咱伫主的面前，咱就亲像这条诗歌。牧师我甲恁讲过一个写这条圣诗篇的70几篇的这个作者叫做亚萨。亚萨讲主啊，敢讲连你都无爱我嘛？恁会记牧师我讲到甲恁讲到这个故事无？亚萨真正伫伊的诗篇77篇第7节，伊讲主啊，敢讲连你都无爱我嘛？伊伫前后我几啊摆，伊讲着3摆，难道意思检采，你嘛无爱我嘛？伊讲我伫暗时流目屎唱的诗歌，我的诗歌，我伫迄个中间讲，上帝敢袂记你怜悯我嘛？所以兄弟姊妹，无上帝讲，互你的哀歌，互你忧伤的歌，变做摇花的歌。兄弟姊妹，当你若愿意唱摇花的歌，你的生命会脱胎换骨。不只是焦虑离开，你的心思意念会干干净净，会充满了荣耀、尊贵、圣洁。兄弟姊妹，我讲这3项不是形容词，荣耀、尊贵、圣洁。一个唱摇花的人，伊的念头是尊贵的，是清气的，是圣洁的。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互每一个人。咱无搁再讲啊！我坐伫巴比伦河边，我若受到色安，我就流目屎。我无爱搁再唱阮的民谣，我无爱搁弹吉他。伊讲我已经无能力啊！我无能力通唱摇花的歌，这个台语翻译了我真正唔知台语为什么安尼翻啊？我台语讲太多诶，岂能吗？岂可？我减过话啊嘛，但是古早人的这个下门音的圣经翻译，巴克里牧师伊翻太多诶，就是我已经袂当啊！我找无正确的汉字，通好配对，安怎来写这句话？古早人所讲的话，遐尼水，我减有能力，通个唱学落的歌嘛？兄弟 ，Never say impossible。唔通讲无可能，愿天父上帝圣神将迄个喜乐的灵放伫咱的人生中间，用摇花唱歌，用摇花举起咱的手中的管，因为摇花是咱的快乐，摇花是咱的诗歌，咱要尊伊最悬。愿咱将咱的生命献做活祭，用咱的生命学乐敬拜上帝，这是主所欢喜，是清气圣洁的。咱安尼敬拜，是理所当然，
这句话记载在罗马书12章第1节。罗马书12章第1节是理所当然的服侍。伊中文翻译原本是翻译做恁安尼服侍我，但是迄个字的原文会当翻译做恁安尼敬拜我，是理所当然的，是我所欢喜的。愿天父上帝，甲到咱今仔日的礼拜，伊互牧师快乐，伊嘛互兄弟姊妹恁快乐。搁较要紧，互咱的囡仔伫今仔日的礼拜学到一个将来有智慧、有能力，通面对焦虑的勇气。也在今仔日的礼拜，对甲恁囡仔参详，甲你的囡仔参详。搁一摆讨论恁今仔所听到恁的感动，甲你的囡仔讨论讲，将来若拄着人生的中间，我拄着迄种的焦虑的时阵，天安尼亲像迄个触电风台吹过，所有的遐拢落落来，放一边。也这甲你的囡仔参详，当咱拄着焦虑的时，来应该安怎？关今仔日的圣经甲牧师分享，都互兄弟姊妹，伊讲我所有的代志拢交予上帝，我先尊主最大，我的上帝要为着我负责任，我的灵要因为救我、拯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快乐。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所有兄弟姊妹。上帝圣神将你的焦虑吹除，赶走所有你心中的焦虑。咱同心来祈祷，亲爱圣神，求你除去我心中所有的骄傲，恩怨分外开。亲像阮的主耶稣对伊的学生分外开。亲爱圣神，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恩怨分外开。互阮活跳跳，互阮有喜乐，互阮有踏实，互阮有平安。感谢阿罗你，阮要敬拜你，高举你，甲阮一生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阮安尼恳求，阿门。